大家好啊，又係我 Iris 啊。作為一個由香港嚟到台灣居住嘅屬靈人，我一直都喺度諗，如果人生行到呢一個階段嘅時候，我仲可唔可以重新坐低落嚟，好好嘅讀一次人生嘅歷史？今日同大家漫遊一間台灣值得深度遊嘅大學——中央大學。中央大學係位於桃園嘅，大約有62公頃。大約有80至90個標準嘅足球場啦。今次真係要慢慢行啊！我哋要行足大半日咧，先至可以行晒呢個校園。中央大學唔止係一個學校噶，更加似一個可以慢慢行、慢慢思考人生嘅好地方。咁我哋不如一齊出發啦，一路行一路傾啊！好嘛？OK，Let's go！我希望透過呢個影像，俾海外嘅觀眾、屬靈嘅族群，甚至從未踏進過台灣嘅校園嘅人，能夠用一種輕鬆友善嘅方式，認識台灣唔同嘅大學，同埋佢哋嘅精神同埋特色。我做呢一個頻道，唔係因為大學好厲害，而係因為我相信大學承載住唔止係知識，而係一種對人生仍然保持開放同埋思考嘅態度。而呢一種態度，無論幾多歲，都值得被重新去出發同埋喚醒嘅。哇！今日好犀利啊！如果唔係咧，鄭教授咧帶我哋嚟呢度嘅話咧，我哋唔會睇到呢一台嘅機器咯。呢一台嘅機器其實係電影院咧裏邊播放嘅機器嚟嘅。其實而家好多都唔用噶啦，你知啦，而家都好多時係數碼化噶嘛。所以呢一台機咧，其實真係好值得咧，我哋嚟參觀。相信咧，如果唔係我哋今次咁好有機會嚟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參觀唔到嘅。啊，希望咧下一次咧，你哋都有機會嚟到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參觀啦。我而家好似我而家呢個歲數先至嚟中央大學讀歷史，或者我哋讀歷史，你覺得會唔會好奇怪咧？你睇我哋，其實唔會噶，因為其實喺台灣即係稍微長輩或者係年紀大少少嘅學生喺台灣大學嘅比例嚟講係幾高。因為其實好多即係長輩啊，佢哋都好想除咗攞個學歷之外，佢哋都好想學習多啲新嘅嘢，尤其是喺中央大學，因為我哋係桃園唯一一間嘅國立大學，所以我哋嘅知名度係喺桃園地區入面係最高嘅。咁然之後歷史又係最熱門嘅一個學年，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去想去探索翻自己嘅歷史，所以就透過學習點樣去理解歷史嚟去揾翻自己嘅歷史。咁反而會覺得好親切。咁但係同佢哋一齊除咗親切之外咧，你有冇覺得佢哋嘅人生比你嘅閱歷豐富咧？喺睇呢個歷史裏邊嘅睇法，可能個層面會同你哋唔同咧？其實會㗎，其實佢哋係反而會教識我哋多啲嘢。例如香港讀書比較效率啲啊，即係希望你完成呢個學業，然後就盡快出嚟做嘢。但係台灣讀書係會多一份人情味。你哋嚟咗呢度讀歷史啦。如果將來你回頭望翻你呢個讀歷史嘅呢個時間，其實你會覺得讀歷史對你會有啲乜嘢嘅人生嘅想法，或者嘅影響啊點樣咧？其實我都幾多謝我
就係中六畢業啦。我嗰間大學叫淡江大學，喺淡水，又係香港好多嘢嘅學校。之後仲有第一多謝佢，就第二多謝就係要中央大學啦，因為中央大學錄取咗我嚟到歷史所。咁我會覺得佢係俾咗個可能誇張咗咁講啦，佢係俾一個新嘅心俾我，我覺得，因為佢令我理解到同埋可以知道咩叫學術界嘅生活。咁其實我都幾中意坐喺度慢慢做研究嘅。係咁我會話我完全唔後悔嚟中央大學讀書。你可以透過這樣一個材料，然後去包括那種照片啊，那時候你可能當這個學校的這個刊物主編啊，或者你有投稿啊，對對，諸如此類。或者說你們運動會，你跟人去大隊接什麼之類的，那時候照片，那個都要獎杯，對。所以其實你把這些資料種整起來之後，你就可以去塑造一個你的生命史。對，那你也可以研究別人啊。對，如果你有興趣一個文人，那你可以透過他的這個資料爬書。然後來說，他在什麼時候讀什麼小學，讀什麼中學，到時候大學，那他這個每個學習階段的這個主要的可能某種強項能力的地方，比如說藝術家，對，他們可能在這個中學時期就已經定向了，他們就想要走藝術這個道路，然後他的師承關係對，等等都想都可以的。所以說，如果你透過這樣的訓練，事實上你可以去很完整的去做一個比如說像 case study 個案研究也可以，那有你就知道要用什麼材料，然後去做什麼樣的課題。那當然還有更重要的說，你會去，因為你的視角比較深比較廣，因為你看視頻就不會那麼單一就看，不會說這個人家人云亦云，人家說好就好，人家說壞就壞。那人家說好就好，說壞就壞的評斷是什麼？對，你透過力學訓練之後，你可以知道說，原來你不能這麼快的蓋棺論定，你可能，然後你要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可能要什麼樣資料來佐證你，你才能說它好或壞。對，不然人家說什麼就相信，所以你可以主動去尋找這個答案。對，所以說你可以去說服別人相信我這個答案。說過就是教授，很多人說讀歷史是年輕人的事，就是好像你剛才也有說明，就是50歲才重新去讀歷史的話，會不會太遲？你剛才就是說沒有啦，因為你現在的學生好像是有70到80歲也有，對，他們讀書的那個氛圍啦，感覺跟年輕人一起讀的時候，他們有什麼感覺啦？我覺得這時候他們實際上可以引領，但我想年輕人實際上可能還年輕，這個時候還未定，可能會太浮躁，對，所以這些年長英法族們，他們事實上因為真是對這個歷史很有興趣，然後從小到大也一路以來也讀過不少的他們這些興趣的這些刊物啊，或是書籍啊，或包裝雜等等，然後當他們已經有點資歷了經驗值，他們其實人生閱歷也比較豐富，所以他們反而會去引導學生，年輕的學生怎麼去看待一些事情，這樣子。對，那像這都是我們這都是我們在這邊的書，也會給這個學生做參考，這樣。對，然後反正就是說大家互相來協助，年輕有自己的想法，很新穎的想法，但是這個英法族50家的這些同學們事實上也會給他們一些一些啟發啊，或是引導這樣。我也希望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影片去分享一下，怎麼去漫步在校園裡面，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們50家的一些朋友來到台灣，我們可以來中央大學裡面去逛逛聊聊，然後就是了解一下可能下一步他們在這裡讀書，希望教授也是可以成為他們的老師。好，謝謝。先謝謝老師，都非常期待他們來到對台灣來到我們中央大學來這個學習交流這樣子。好，謝謝。或許呢，我哋未必呢都會走進研究所，但係如果我哋願意重新去理解時間，人生就唔係只係經過，而係參與啊！原來讀書唔係為咗追時間，而係等自己終於跟得上人生。我嘅人生行到呢一步，我哋終於唔係為咗考試讀書，而係為咗自己。
如果時間允許，我都想再讀書啊！以前讀書係趕時間，而家讀書係終於有時間啦，可以留一個下午俾自己慢慢生活，實在係講唔出嘅舒服。今次就漫遊完中央大學，多謝鄭正成教授同香港嘅同學海軒陪我行下傾下，下次約定你啊，去下一間大學漫遊，你想去邊間？留言話俾我知啊！下一站見，拜拜。